2025年12月5號上午9點15分，香港高等法院裏面氣氛好緊張，一場備受大家關注的官司正進行第三次庭審。這單官司的主角就係知名藝人張柏芝同佢前經理人余玉卿。自從官司打起之後，每次開庭都引得公眾好廣泛嘅關注。時間到返去2020年。余玉卿同經理人公司新亞洲娛樂聯盟集團有限公司一指狀紙將張柏芝告上香港高等法院。入稟狀入面詳細列咗對張柏芝嘅指控，話佢涉嫌收咗預支嘅4176萬蚊片酬之後，冇按合約履行電影拍攝義務，同時仲違反咗經理人合約嘅相關條款。呢單看似普通嘅合約糾紛，背後其實隱藏住好多唔為人知嘅複雜故事。余玉卿同張柏芝嘅糾葛要講返去2011年，嗰陣時嘅張柏芝正處喺人生嘅低谷期。2008年嘅艷照門事件將佢嘅形象徹底摧毀，原本喺公眾眼中清純甜美嘅佢，瞬間成為輿論嘅眾矢之的，各種負面評價鋪天蓋地咁衝嚟。事業方面，原本順風順水嘅佢，片約、廣告代言紛紛流失，演藝生涯陷入咗前所未有嘅困境。而感情生活都喺呢場風暴嘅衝擊下搖搖欲墜，同謝霆鋒嘅婚姻岌岌可危。最終呢段曾經被好多人睇好嘅婚姻都走向咗盡頭，兩人離婚嘅消息傳出，再次俾張柏芝帶來咗沉重嘅打擊。佢陷入咗情感同事業嘅雙重困境。喺呢個艱難時刻，張柏芝好急需一筆資金嚟處理物業交易相關嘅事宜，金額高達4000萬。而余玉卿同張柏芝爸爸有好多年嘅好友情誼，張柏芝仲親切咁稱呼佢做契爺。或者係出於呢份情誼，又或者係睇到張柏芝嗰陣時嘅困境，心生憐憫，余玉卿決定出手相助。2011年7月，余玉卿同張柏芝簽訂咗一份為期8年嘅全球獨家經理人合約。呢份合約對於雙方嚟講都有着重要嘅意義。對於余玉卿嚟講，佢希望通過同張柏芝嘅合作，喺娛樂圈取得更大嘅成就。而對於張柏芝嚟講，呢或許係佢走出困境嘅一個機會。合約明確規定，余玉卿作為張柏芝唯一合法嘅經理人，會一次性向佢支付4000萬嘅片酬，而張柏芝就需要參與4部指定電影嘅拍攝。呢份合約看似公平合理，卻都為日後嘅糾紛埋下咗伏筆。僅幾個月之後嘅2012年5月，兩人再度簽訂咗張柏芝2部電影片約合約，呢次片酬係2000萬。余玉卿當時支付咗276萬片酬作為預付款。按照呢2份合約嘅約定，張柏芝總共需要拍攝6部電影。對於張柏芝嚟講，呢無疑係一個巨大嘅挑戰，但都係佢重新證明自己嘅機會。然而，冇人諗到後續嘅發展卻偏離咗軌道。余玉卿話喺支付咗巨額片酬之後，張柏芝卻冇履行合約義務，佢冇按約定參與電影拍攝，呢讓余玉卿同佢公司陷入咗困境。原本計劃好嘅電影項目，因為張柏芝嘅缺席，唔得唔重新調整，甚至有些項目因此擱淺。唔單止令余玉卿投入嘅資金打咗水漂，仲令佢喺娛樂圈嘅聲譽受到咗一定嘅影響。所以余玉卿向法院提出訴訟，要求張柏芝賠償至少1276萬元，並且公開佢2015年5月至2019年7月嘅收入賬目，以便核算損失。佢嘅訴求看似合理，畢竟自己投入咗大量資金，卻未能得到應有嘅回報。但張柏芝一方就有住截然不同嘅講法。呢單案件自從提起訴訟之後，就進入咗漫長嘅審理過程。第一次開庭嗰陣，雙方就合約嘅真實性和有效性展開咗初步嘅爭論。余玉卿一方堅稱合約係喺雙方自願、平等嘅基礎上簽訂嘅，具有法律效力。
佢哋向法庭提供咗合約文本以及相關嘅支付憑證，試圖證明張柏芝確實收取咗預支嘅片酬，但卻冇履行相應嘅義務。每一份文件，每一筆轉賬記錄，都被佢哋當作有力嘅證據，一一呈現在法庭上面。而張柏芝一方就對合約提出咗質疑，佢哋表示同余旭興並唔相熟，懷疑全球獨家經理人合約屬於偽造。佢哋指出，合約簽訂嗰陣冇第三方喺場見證，而且合約上面嘅簽名可能係其他人假冒嘅。喺法庭上面，張柏芝嘅律師言辭犀利，對余旭興提供嘅證據逐一進行反駁，試圖削弱其可信度。此外，佢哋仲稱後來係余旭興唔再揾張柏芝出演電影，而唔係張柏芝唔配合工作。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第一次開庭並冇得出明確嘅結論，案件陷入咗膠着狀態。隨着案件嘅推進，第二次開庭嗰陣，雙方進入咗更為深入嘅細節盤問階段。余旭興喺庭上詳細陳述咗同張柏芝嘅合作過程。佢話喺張柏芝受離婚同艷照門事件影響之後，佢曾建議張柏芝建立好媽媽同女強人嘅形象，並提議佢日後成立自己嘅工作室。佢希望通過呢啲建議，幫助張柏芝重塑形象，重新喺娛樂圈站穩腳跟。後來，張柏芝主動提出由余旭興做自己嘅經理人，並希望佢可以為自己尋得4000萬元用於處理物業。余旭興表示，當時自己出於對張柏芝嘅憐憫同幫助嘅想法，先決定同佢簽訂合約並預付片酬。佢嘅陳述入面充滿咗對張柏芝嘅關心同幫助，試圖讓法庭相信自己嘅動機係純粹嘅。然而，辯方對余旭興嘅講法提出咗好多質疑。佢哋指出，最初張柏芝本人並冇直接接觸余旭興，而係佢嘅助手先同余旭興取得聯繫，詢問能否為張柏芝尋得4000萬作物業用途。呢個細節嘅披露，讓余旭興所講嘅張柏芝主動求助嘅講法受到咗挑戰。而且，相關經理人合約都係余旭興先提出嘅，並非如余旭興所講係因為對張柏芝嘅處境心生憐憫先決定幫助佢，而係純粹出於商業考慮。辯方認為，余旭興作為一個商人，喺簽訂合約嗰陣必然會考慮自身嘅利益，唔可能僅僅因為情誼就投入咁巨大嘅資金。余旭興對呢啲質疑逐一進行咗反駁，佢堅稱自己嘅動機係單純嘅，係為了幫助張柏芝渡過難關。但雙方嘅分歧依然明顯，法庭上面嘅氣氛愈發緊張。第三次開庭成為咗呢單案件嘅一個關鍵節點，因為現年45歲嘅張柏芝受到辯方傳召出庭作供，所以佢本人親自出庭。開庭當日早上9點多，張柏芝搭乘保姆車前往高院。由於太久冇喺香港公開露臉，佢一現身就被媒體團團包圍，閃光燈閃爍唔停，記者哋嘅提問聲此起彼伏。不過佢並冇駐足接受採訪，而係喺兩個身材壯實嘅男性護送下，匆匆進入咗法院。當日張柏芝嘅打扮簡約而時尚，佢以一身黑色嘅裝扮亮相，戴住墨鏡同墨綠色嘅口罩，背住一個金色嘅包包。盡管打扮低調，但依然難掩佢嘅明星氣質。媒體鏡頭下嘅張柏芝睇起身明顯消瘦咗好多，頸紋相對明顯，比暑假佢喺林家謙演唱會上露臉嗰陣仲要瘦。不過佢嘅精神面貌都唔錯，氣質依然出眾，美麗動人。張柏芝呢次出庭係受到辯方傳召出庭作供，所以佢本人必須親自到庭。大概佢都清楚現場會有唔少媒體同其他人喺場，所以加強咗保安工作。驅車抵達高院之後，佢身邊跟隨咗2男2女，都係助理，其中2個男嘅身材魁梧，應該係保鏢。佢哋一直陪伴喺張柏芝左右，小心翼翼咁為佢開路，唔俾閒雜人等接近。
入庭之後，張柏芝以基督教形式宣誓，並且以粵語作供。佢喺庭上詳細陳述咗自己嘅觀點同情況，再次強調同余玉卿並唔相熟，質疑合約嘅真實性和合法性。佢表示自己從未見過所謂嘅全球獨家經理人合約嘅正式版本，亦都唔認可合約上面嘅簽名。佢認為余玉卿係喺偽造文件，企圖通過唔正當手段獲取利益。佢嘅語氣堅定，眼神入面透露出對余玉卿指控嘅不滿同憤怒。喺張柏芝出庭作供之後，余玉卿繼續接受辯方嘅盤問。佢再次強調自己同張柏芝爸爸嘅多年好友關係，以及張柏芝對佢嘅稱呼契爺。佢堅稱張柏芝當時確實因為艷照門同離婚事件口碑變差，急需資金處理物業交易，所以先向佢求助。佢出於憐憫同幫助嘅想法，為佢接洽咗工作，並簽訂咗合約。佢嘅陳述與之前一致，試圖再次證明自己嘅清白。然而，辯方對余玉卿嘅講法提出咗更多嘅質疑。佢哋指出，如果按照余玉卿所講，張柏芝嗰陣時情緒低落，怕見人，那麼為何喺簽訂咁重要嘅合約嗰陣冇第三方見證？余玉卿解釋稱，因為張柏芝除拍攝外均留喺酒店房內，所以佢哋只能夠單對單簽署合約。但辯方認為呢種解釋缺乏說服力，懷疑合約上面嘅簽名並非張柏芝本人所簽。喺法庭上面，雙方就呢個問題展開咗激烈嘅爭論，氣氛緊張到咗極點。辯方仲喺庭上播放咗一段錄音，喺錄音入面，余玉卿話：我哋係做假文件，稅嗰度、雞於嗰邊都一樣有問題。呢段錄音嘅播放，讓法庭入面嘅氣氛瞬間凝固。辯方認為呢充分證明咗余玉卿存在做假文件嘅行為。余玉卿則解釋稱，當時係因為張柏芝取出文件要交給清盤官，佢感到生氣，所以用咗激動及唔對嘅方式去表達。實際上佢並冇用假文件報稅。但辯方對佢嘅解釋並唔認可，質疑佢喺講話嗰陣心平氣和不似動氣，認為佢其實唔誠實且不可靠，覺得做假文件係冇問題，所以先語氣平和。雙方喺呢一點上爭論唔休，邊個都唔肯讓步。為了進一步查明案件事實，原告仲傳召咗余玉卿嘅胞弟余玉明出庭作證。原告引用涉案嘅合約指出，上面寫有粵方以該演員唯一經理人嘅身份，並且有余玉明嘅簽名。喺辯方嘅盤問下，余玉明確認內容屬真確，但佢稱簽署嗰陣冇有仔細研究合約內容，只係按照老細嘅要求簽字，並冇仔細查看。佢仲否認合約由佢起草，並以自己嘅理解表示，將當時係向公司借款4000萬。辯方隨後引用由余玉明傳送予張柏芝助手 Emily 嘅信息，余玉明向 Emily 聲稱已把合約發俾佢，即該4000萬係由新亞洲嘅支出。余玉明稱呢係口誤，當時正同張討論稅務問題，而該4000萬係未有申報，當中涉及新亞洲及 Nguyen 嘅合約。佢強調，若係新亞洲為張柏芝接洽嘅工作，必然會報稅。後來佢從 Nguyen 提交嘅收入清單發現未有呈報4000萬，或會涉嫌逃稅，認為張柏芝應該要申報該筆款項，因為以佢嘅認知，該4000萬屬張嘅個人所得，應該要報稅。然而，辯方重申，張柏芝有會計師為其處理報稅，且香港只需要就本地收入交稅，故冇申報款項，亦都唔一定係漏稅。雙方喺稅務問題上都展開咗激烈嘅爭論，使得案件更加複雜。稅務問題唔單止涉及到雙方嘅經濟利益，都可能涉及到法律責任，所以成為咗案件嘅一個重要爭議點。呢單案件嘅核心爭議點主要集中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點，合約嘅真實性與有效性，呢係雙方爭論嘅焦點之一。
余旭興一方提供咗合約文本同支付憑證，試圖證明合約嘅真實性和有效性。佢哋認為合約係喺雙方自願、平等嘅基礎上簽訂嘅，具有法律效力。張柏芝應該按照合約履行義務，而張柏芝一方就對合約提出咗質疑，懷疑合約係偽造嘅，冇第三方見證，且簽名可能係其他人假冒嘅。佢哋認為合約唔具有法律效力，自己無需承擔違約責任。喺法庭上面，雙方圍繞呢個問題展開咗激烈嘅辯論，每一個證據、每一句話都可能影響案件嘅走向。第二點，簽約嘅動機與過程。余旭興稱自己係因為同張柏芝爸爸嘅多年好友關係，以及張柏芝嗰陣時嘅困境，出於憐憫同幫助嘅想法，先與佢簽訂合約並預付片酬。而張柏芝一方則稱最初係助手同余旭興聯繫，合約都係余旭興先提出嘅，並非出於憐憫，而係商業考慮。雙方喺簽約動機同過程上面嘅講法截然不同，呢亦都直接影響到對合約性質同雙方責任嘅判斷。如果余旭興嘅動機真係出於憐憫同幫助，那麼佢喺合約履行過程中嘅一些行為可能會得到更多嘅理解。而如果係商業考慮，那麼雙方就應該嚴格按照合約條款嚟執行。第三點，違約責任嘅認定。如果合約被認定真實有效，那麼張柏芝係唔係違約以及違約責任嘅認定就成為咗關鍵問題。余旭興稱張柏芝冇按合約參與電影拍攝，導致佢同公司遭受損失，要求張柏芝賠償損失並公開收入賬目。而張柏芝一方則稱係余旭興後來唔再揾佢出演電影，而唔係佢唔配合工作。雙方喺違約事實同責任認定上面存在住巨大分歧，需要法院根據證據同法律規定進行判斷。呢唔單止涉及到雙方嘅經濟利益，都關係到雙方喺娛樂圈嘅聲譽同未來發展。第四點，稅務問題。喺案件審理過程中，稅務問題都逐漸浮出水面。余旭明稱該4000萬未有申報，可能涉嫌逃稅，認為張柏芝應該申報該筆款項。而辯方則稱張柏芝有會計師處理報稅，且香港只需就本地收入交稅，未申報唔一定係漏稅。稅務問題嘅認定唔單止關係到雙方嘅經濟利益，都可能涉及到法律責任，所以亦都成為咗案件嘅一個重要爭議點。如果張柏芝被認定存在逃稅行為，佢將面臨法律嘅制裁；而如果余旭興嘅講法唔成立，那麼佢嘅指控都將失去依據。呢單案件無論最終結果點樣，都將對張柏芝、余旭興以及整個娛樂圈產生一定嘅影響。對於張柏芝嚟講，呢單官司無疑對佢嘅形象同聲譽造成咗一定嘅損害。喺公眾眼中，合約糾紛往往會被視為唔誠信嘅表現。即使佢最終勝訴，都可能會喺一定程度上影響佢喺觀眾心中嘅形象。此外，呢單官司都可能會對佢嘅演藝事業產生一定嘅影響。一些製作方可能會因為呢單糾紛而對與佢合作產生顧慮。畢竟喺娛樂圈呢個競爭激烈嘅地方，聲譽同形象對於藝人嘅發展至關重要。對於余旭興嚟講，如果佢喺呢單官司中敗訴，唔單止會面臨經濟損失，仲會對佢嘅聲譽同信譽造成嚴重影響。作為一個經理人，誠信同信譽係至關重要嘅。如果佢被證明存在偽造合約等唔正當行為，將好難喺娛樂圈繼續立足。其他藝人可能會對佢產生唔信任感，唔願意同佢合作，佢嘅職業生涯可能會因此而終結。從整個娛樂圈嘅角度睇，呢單案件都提醒咗藝人和經紀人在簽訂合約時要謹慎對待。合約係雙方權利和義務嘅法律依據，必須確保合約嘅真實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喺簽訂合約前，雙方應該充分了解合約條款，
明確各自嘅權利和義務，避免因為合約糾紛而引發唔必要嘅法律風險。同時，娛樂圈都應該加強對合約簽訂同履行嘅監管，規範市場秩序，保護藝人和經紀人嘅合法權益。只有咁樣，娛樂圈先可以健康有序咁發展。目前呢單案件仍然喺審理過程中，最終嘅結局尚未可知。從目前嘅證據同雙方嘅觀點睇，雙方都存在住一定嘅理由同證據支持自己嘅主張，所以案件嘅判決結果存在住一定嘅不確定性。如果法院認定合約真實有效，且將柏芝確實存在違約行為，那麼佢可能需要承擔相應嘅賠償責任，呢對佢嘅經濟同聲譽都將係一個唔小嘅打擊。佢可能需要支付巨額嘅賠償金，同時佢嘅形象都會喺公眾心中大打折扣，未來嘅演藝事業可能會陷入困境。而如果法院認定合約存在瑕疵或無效，或者余玉卿存在偽造合約等唔正當行為，那麼余玉卿將面臨敗訴嘅後果，佢嘅訴求將無法得到支持。佢唔單止會失去追討賠償嘅機會，仲可能因為自己嘅唔正當行為而受到法律嘅制裁，聲譽一落千丈。無論最終結果點樣，呢單案件都俾我哋提供一個咗反思同學習嘅機會。佢讓我哋睇到娛樂圈合約糾紛嘅複雜性同嚴重性，都提醒我哋喺商業活動中要遵守法律法規，誠信經營。喺娛樂圈呢個充滿誘惑同利益嘅地方，藝人和經紀人都應該保持清醒嘅頭腦，唔好被一時嘅利益沖昏頭腦，做出違反法律同道德嘅行為。希望呢單案件能夠盡快得到公正嘅判決，讓呢單案件畫上一個圓滿嘅句號。同時，都希望娛樂圈能夠從呢單案件中吸取教訓，加強自身嘅管理同規範，為觀眾呈現更多優秀嘅作品同積極向上嘅形象，讓娛樂圈成為一個充滿正能量同藝術氣息嘅地方。